台南一个3岁查某囡仔甲妈妈过车路，结果去互车弄死。台南市警察局今仔开始启动路口安全大执法1个月。早起伫这个车祸的地点2点钟内就开出6场无让行人的罚单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讲，伊对于发生这款代志感觉真亏欠，伊要求各县市先调整实地路口行人专用的号志，要求一段时间双向的车拢先停落来，互行人先过车路。 台南市警方初10早起咧抓无让过路人，地点就伫一个查甫囡仔互人弄死的路口。2点钟内，有关是抓到6件违规，所以来要进行1个月交通大执法。在12个路口派出警力，同时大执法。我们的执法项目就是针对未礼让行人的部分加强执法。 前几日一个查某囡仔行伫咧过路线，煞互人弄死，引发全国关注。台南市长黄伟德表示，建议要比照酒驾累犯，公布高风险驾驶的名声甲相片，毋过是引发民众无共看法。那边团是更较要义，市府到底敢有心要改善交通安全？每一次只要死人的时候，然后呢就要来个大执法，累死警察，不然就是要公布什么照片。 那我们之后穿越马路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那个照片，是不是这个人是高风险驾驶？要增加行人专用的号志，然后等行人都走完再换车子。正对面我指的这个方向，才是真正行穿线应该要通过的地方。因为你只要有庇护岛，的话，车子转弯就不会撞到人。 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，对意外感觉心内袂得过，已经要求全台各县市爱调整过路人专用的车红灯，互双向的车辆拢停落来，让人先行过大路，确保安全。 当行人是绿灯的时候，所有的车辆都是红灯，让它能够安全的通过不要因为左右转因为跟你抢这个路权撞到。王国材进一步表示，中央甲地方会继续推动交通安全，即马嘛要求要赶紧改善，交通部会随时来掌握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